中华县太上乡台西村江南蓄水海看那过去留下6千398基的洋葱，230万人去搭避难。蔡天人去正堂用摄像机记录家乡的伤痛同没落。里面团记者钟胜雄向下出版《南风热病专辑》，引起越过多人的注意。另一方面，菜市剧团的团长钟球也去到台西村谈蔡天居民的故事，里面团人合作。而能用真人剧场的方式，亲身来讲6千4人嘅18年来家乡发生的很多乜嘅灾难。而家帶睇當地有幾項返鄉嘅經歷，用溫柔的方式表達抗議，也希望本人壓迫的人大幫安尼嘅文化行通本人看到，向下嚟看下一個過程。一個啦阿哥來這是前早都。無咧大啦吼，過來即來就是阮阿姐啦，2個阿姐啦，2個阿姐2個攏死啊，這關啊，這去啦，閣去着我啦，着阮就是阮新婦甲拄我死1年爾啦，阮某是92年死的，攏關啦，閣去迄號是無着啦，就是一個咧水有錢。閣去阮這輩兄弟啊，是2個兄弟啊，攏死了，攏關啦，是。都，假如講阮4年超過7成啦。也特別係中華縣太上鄉的台西村，對1998年6鄉喺溫水河的南片石開工廠以後，11人同土地用數道青苔嘅照料。基本的工體一個連沙，因為本案過身，77歲許文通帶領人哋行到北方。按人哋親身來看，6千嘅398基嘅煙盒，係用嘅將件嘅愛落來式嘅土地做咩嘅？這邊攏新規園啊，這邊頭去當去頭前嘛，頭西港一定去，伊個攏啊新規產。即個落來種草啊！是有啥物證據講一定是啦？就伊無要啥，無就種6間石廠來就無效啊！無我迄陣阮大細專伊海水攏淹來到，只草啊埔佫較落迄個呀！迄陣雨啊偌高呢，天啊，亞索又開咯，網啊遐來拍一個大就有通食呢，即嘛無半無啦。這就是6間伊個污染嘛，一定是6間的污染嘛。給我乾淨空氣！就係6間20年來，台西村一直用激烈抗爭的方式來投6間對家鄉有一大嘅傷害。一下今年決定用文化行通來抗議。自6鄉來搞全生果攏種袂起來，害阮安尼啥這無算這走投無路，都安尼足受氣啊！種一生果6鄉甲阮害甲遮忝。就6鄉石廠了後，這支就無效啊！這支要破產啊，無效啊，無通收成啊，是真嚴重性啊！抑閣而且土地的污染，閣人着癌的多。6間落葉，西瓜搶開花唔打籽，土地污染的、人破片的，先講台灣通無講無人知。看定家鄉因來因人俗，許正堂拿起攝像機開始記錄家鄉的變化。3年前，同公民記者鐘勝雄出版的《南風熱陽式》。透過一種的相片，點點的講，世界上有很多的改變，不乏是這個所謂的文化力量下去讓人家發行的，就如同最近的歐洲的難民潮，一張圖片可以讓很多人來反省。相對的來說，我們希望南豐這些照片一樣，它可以慢慢的去影響，讓大家人來看到空污環境的這些政策該怎麼被改變。許正堂用攝像機做通球的管理。南風就係拍球，通出其他同樣關心環境的指球，也就係用文化行通表達訴求的開始。
因为有了这个南风的关系，所以有了流行病学的调查。那这个流行的病学的调查，它的每个人的重金属的程度都相当的高。那对于我们而言，台西村有人一辈子都没有做过健康检查，他却是因为这样的来得到了一次的健康检查的机会，对我们而言其实是很心酸的。通一摆就通出一个效果，嘛因为南风。狮子的才是剧团的团长钟桥知道的台西村的故事。2年前，他去到台西村，也为七个台西村的村民，到今年用七大讲七大故事的方式演出真人剧场，来表达生存的无奈何，韩国环境的问题，来享受文化航空空前的能量。时代改变呢，我们这一个晋级的方式。又或者说呢，我们希望把这种议题表达出来的方式就冇咁樣嘅，冇咁樣親和的方式就會做文化的方式。文化的方式有一個好處，就是它不只是一時的，它會留在每一個人的心裡。即便是文化的力量，它是很深遠，但它的影響性是連續的，是持續的，它不是斷。只要有这种我们讲的文学上，如果把它说这种力量是不断的话，我们讲说它是一种香火的延续。连续8年，2014年的10月咧，也有村民去到台中4年科學博物館做第1擺的演出，得到很大的效果。也有演員一大馬學到一下，今年講的句總算有人聽到的。心情是真正好，講有人來甲咱關心咱大西川。无来到咱这天边海角，敢有人要来到来吃。剧场的演出在这1年多来呢，让跟台西村产生了一个很好的交流。这个的交流呢，让台西村的村民如何去讲话。过去咱庄脚人讲话做破事的，真内向，一句话讲了几啊句，那大字的讲不出来。那有了这个剧场来了之后，慢慢的训练如何去表达。让我们把我们的痛苦自己透过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语言把它说出来，很有系统的告诉大家。为了享受文化享受，2028 3日的年假，才是劇團同台西村的村民聯合舉辦的回到家鄉的終結台西村的故事，希望透過載體韓國外種的結合，來反擊六輕的空氣污染。六輕跟我們的關係，坦白講，這個地方很辛苦，用一個很辛苦的方式一直去發聲，外面都會聽不見。那南風成書了以後，很多活動都一直在外面，不管大大小小的攝影展，甚至科博館的策展，或者到最後面有女媧變身在台北的演出，都是一直在外面。那鐘橋老師他就覺得這些東西回到故事的發生地。重新來解釋這個東西。這裡本來的重要的產業，天咧就會洗滑，天咧就會就是補那個慢苗。啊，這個沒有了以後，現在你要種田種不起來，然後呢，身體逐漸受到污染，那大家就不想要待在這個村子裡面。所以說，回返故鄉很重要，回返到故鄉，尋找到自己的土地，那呢？才有力量來晉級。歸鄉晉級的發動係對太開劇團帶領村民韓國參加民眾用人嘅方式來開始的。一太村人來到文水河的北方，對待六輕太力的接觸看頭嘛。我们地处在台中，那实际上在大概2年多前的时候，透过脸书我们就知道台西村他们有一系列的从摄影展的，这个我觉得用摄影的方式去监看这里所发生的事情，那这是我很好奇的部分。对台中來的團長劉聰倫對空氣污染的影響，同樣深有感受。而台西村的村民知道，今年唔係像13年天。所以我们想要去创造一个东西，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进来这个现场，因此你会对于这个游行、这个议题有所贡献。你不会是一个 nobody，you are somebody。
然后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所以谁都不可或缺。文化行通的抗争，沙洋歌无限限，经济发展，使得本地人口长存到400人的陆续涨头，一下渐入的人口的2倍，效果超过今年原来的安算。在现场感受到是相当震撼的嘛，就是说那种有一种恐惧啊，有一种这个事情在发生，然后他们也不晓得能够怎么样表达，所以蛮难过的。50个、60个就来走，忽然出现那么多人，我那个时候忽然觉得，哎，真的有人出来踩了。出来踩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村子很多都沿着这一条河边坐着看的时候，那个感觉我是觉得，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次很大的，你说是文化飨宴也好，或者是不同的感觉也好。南方来，你炒阮前，赶紧喂嘴黄嘞吼，我六庆安尼，我要激死安尼，那南方来起炒，大头。要求炒安尼啦。戏剧虽然做的是台西村的故事，不过啥是古的台湾面对空气污染一部分天，议题轻易就引起文化工作者的反应。1年前，大家对PM2.5的事情还很陌生啊。渐渐的呢，这1年以来改变很大。因为这个空污的问题，以前我们都以为说，它并不存在，其实它已经存在很久了。它一旦被揭露啊，它有一点像是黑心食品一样啊，因为你已经吃了很久了，但是你不晓得啊，它会带来癌症啊。那它一旦是带来癌症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发通的第2日，长期关心地方议题的音乐人林生祥，嘛对100公里远的美女用歌曲来支持今年，唱出其汹涌的感受。其實那條啲沿海啦，就譬如講沙發入工業區，那條發生嘅事情，造成嘅污染，其實係那個能夠權利啊，像係某嘢如一種過敏性鼻炎啊，我講啊，那種嘅東西其實都係身邊嘅問題嘛，係你身邊嘅問題。故所以嗰種係呢他裝嘅事情，但係其實嗰種感受係呢我裝嘅事情啊。按接的節奏配合歌手人聲歌嘅唱出，換到貴人時呢出內種嘅演員做出正確嘅動作，就是村民當佢嘅欣賞，同上嘅對比六慶嘅實驗。也係中口用台西村的故事做背景，創作嘅戲劇保養變身。不同嘅最美，佢將戲劇帶回到故事本旦發生嘅地點，希望透過戲劇出喺對外為台西發聲，嘛做得引起在地人嘅反響和個共鳴。用戲劇的方式，它有一種比較能夠延伸，它有一種比較能夠在村莊裡面留下深刻記憶的方式。有時佢咩感覺無路用，咩有按呢個過程啊？故說呢個過程就會有一個很重要的文化教育功能。那我們也很清楚，一件事情的問題解決不會辦一次文化活動就結束。我們也希望這裡面有連結的一些在地的生命跟外來的生命，那他重新解釋我們對土地，甚至對空氣，甚至對你的環境有不同的看法。發通過後，總係有許多冷笑嘅，專門庇護嘅三合院地帶，祝福嘅對聯，點到本總嘅看起來故事有相貌。台西村的村民除了講其他故事，就係愛大家到總嘅地圖看清楚今年，再過想清楚，為到經濟發展，我哋愛付出一大嘅代價。